直接找影片。有档案比较好。那我们在等待的这段期间，或许来提供一个笑话。或许目前在那个眼科诊所上班，有一天，因为我是在龟山那边，那龟山那边就有很多那种工业区哈，很多那种工人他们是做那种焊接的。那有一天，我们诊所就来了一个病人，那个病人汗操作很快，他跟我们是处长的身材很像，然后他一来就是因为先不要宣布他一进来，我们医师就问他说：“眼睛怎么了？”那因为他看起来就很像一个厨师的样子，出彩一种厨师进来，然后医生就说：“眼睛怎么了？”然后他就说：“眼睛要糖混，冬粉，糖混。”然后我们医生就想说：“糖混，那你是盖修的吗？因为上来冬粉搞进去不会很烫，那你盖修的吗？”然后那个病人就说：“哎呀，所以就请来啊。”医生就在我们那个检查的叫洗灯，他就在下面看，结果真的拿出来了一个糖混，就那个糖混是铜粉，因为是做焊接的，然后比如说焊接的时候，那个铜粉用铁屑会跑出去，所以我们医生把那个铜粉拿出来的时候，就有一点愣住这样子。那我们护士就在旁边就很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可是这是一个语言上的一个沟通错误。好，再来一个，我们以前我们护士小姐通常我们在眼科发药的时候，有一些老人家就会希望说，你把我点一下，点药水，因为老人家动作比较迟缓他在点药水的时候，有时候别点点都滴下来了，所以他就讲小姐，你麻烦帮我点一个有水小姐就说好，小姐就我们的小姐她本身台语不大会讲，但是还是要讲，因为老人家讲台语嘛，就提要点的时候就甲阿嬷讲，阿嬷，你这药水爱点4盖一天爱点4盖嘞。阿嬷有带一个孙迄个孙就甲阿嬷问讲，阿嬷，你不是来看眼科吗？应该是药水应该是点目睭哪会点4盖？然后我们那个护士小姐就很尴尬，因为她讲的那个因为她不大会讲台语，那个音调就有点像膝盖，你要讲点膝盖，然后或者点膝盖，所以旁边那个孙子阿妈讲，你去看目睭，有啥物议题要点膝盖上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跟病人沟通的时候有时候要讲的非常的清楚，不然病人他是会很模拟的他如果回去真的是点膝盖，因为有些病人真的很，医生讲的话医护人员讲的话他都相信然后他回去的时候有讲点膝盖或者点膝盖，可是往往这样会造成很大的一个误会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临床的时候跟病人接触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的一些比较令人不知所措的一个情况好，那感谢刚刚的那个前帮忙。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还是来看一个宣导短片，所以是没办法用。好吧，那我们宣导短片就不要用好了，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好，来，我们第一个，很多病人会认为说，我们拿到药的时候，药师一定会跟病人讲说，3餐饭后，或者是说睡前，或者是说，你这个药要饭前吃。那我们会想说，饭后跟饭前是怎么区分？通常我们一般所谓的饭前，是指吃饭前1个小时，因为这个时候胃里面是没有食物。那有一些药为什么要在饭前吃？像胃乳片，或者说吃胃药，因为你胃药的功能，我们要想说胃药的功能，它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的肠胃嘛。那你保护肠胃的时候，如果今天里面已经有食物了，
吼，咱想讲咱要画饼好啊，咱若伫厝吼咧画饼，咱是毋是爱先甲迄刀啊米啊拢甲伊清落空，咱咧画是毋是较好画？嘿，那胃药的功能哈，一般胃乳片或是一般胃药的功能，它的功能就在这里。嘿，你要改清空啊，不然它在胃的周围，它没办法去作用啊。好，所以通常一般的胃乳片或者是胃药，我们都希望说你在饭前吃。当然你饭后吃也可以，但是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好，那有一些血糖的药，为什么血糖的药它要在饭前吃？我们知道说会影响我们血糖，是因为有食物嘛，咱的食物啊，食物啊，对咱血液里面的那个糖分的提高嘛。好，那如果说我们等到我们吃完饭之后，它血糖上升了，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吃药的话，那是不是效果就会降低？因为也血糖一边招替，因为它的糖分已经跑到血液里面去了。好，然后如果说我们是在事先，这个都是属于事先预防。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吃饭之前，咱就先降血糖的药啊。当咱食物了了后，食物进去之后，我们的血糖上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糖的药刚好可以作用到。因为通常一般如果说药物的作用正常来讲，当我们吃下去到它发挥作用，至少最快大概30-40分钟啊。那这段时间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利用，所以我们就提早，我们不要等待它时间就是药效出来，我们就提早嘛，那我们就做事先的预防。所以当真正我们到使用它的时间的时候，它刚好可以发挥，就不用再有那个前置的作业。所以为什么有些药要饭前吃就是这个样子？那饭前吃就是空腹1个小时，饭前的1个小时，饭后呢是指饭后的1个小时。一般大部分我们口服的药物，大部分都是指饭后吃会比较多啊。那再来随餐就是说，你要吃饭的时候，你边仔就先囥一粒药啊。你可以先要吃完之后你就赶快吃饭，这个也算随餐，或者是说你配着饭吃。通常这一类的药也是属于比较像血糖类的药，像血糖的药，它也希望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也是为了要稳定我们的血糖啊，主要是跟我们吃进去的时候，那个食物吃进去的时候，跟我们血糖的那个起伏有关系。所以呢，一般血糖的药大部分都是饭前吃，不然就是随餐吃。就是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说为什么要有饭前饭后的这个的一个原理啦。好，再来的话，好，我们在想说。药物有些药物做的比较大颗，那像有些小朋友，或者是说有些老人家，他本身吞咽的功能就比较退化。咱应该有常常看电视有一个广告阿嬷药吞袂落那个小孩子就会问那个阿嬷讲，伊就问阿嬷讲你药哪会吞袂落？阿嬷讲我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广告的印象？然后小孩子就会讲说。我嘛是细汉但是我嘛吞袂落那个就是其实他们是在诉求喝的那个类似那种葡萄糖还是什么，还是叶黄素什么的，就是一个广告。可是它里面就有一个，它其实从广告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人尤其是在吃药的这一块，当你在药品广告的时候，你可以特别去发现，其实它所呈现出来的都是目前大部分的。人所会呈现出来的问题，像说老人家他本身吞咽就比较不好，所以你比较大颗的药其实他是没办法吞的。那我们通常在发药的时候，一些老人家就会说：这药这大粒，我是要怎吞？你连不拢卡在脑，我要吞了，我来当波板。一般来讲，如果说没有特别的去强调，是会使。因为我们都会跟病人强调说，你有吃，你不吃，它好，或许可能药效会有一点降低，但是总比没有好。好，那一般的剂型来讲的话，影响不大，除非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药袋里面，他们可能回去翻一下，比如说家里有在服药的话，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它的药袋，它
它下面已经有一些警语，或者是说一些注意事项，上面已经会有打。像一般的肠溶定，其实我们药物有分很多种的剂型。那肠溶定，所谓的肠溶定，我们就会从那个字面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必须要在肠子里面才能溶解。好，那它的设计的功能必须要在肠子里面才能溶解。那为什么这一类的药是这样子？因为如果说第一个，它可能因为我们从吃药进去，第一个下去的是胃嘛，先经过胃，然后再来才是肠子嘛，那它在经过胃的时候，它为什么不要让它在胃里面就溶解？为什么要在肠子里面才溶解？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它可能不行，因为我们胃里面有胃酸，所以当它到胃里面的时候，如果说它没有帮它保护得很好，它受到胃酸的一些作用，它可能就破坏了它的药效。那咱讲现在药类的多好啊，有一些药物是很怕酸的，它会被我们的胃酸所分解，就没有用了。所以为什么它要做成肠溶定，让它到肠子里面再去分解？所以这一类的药，如果说把它剥半，那你是破坏它的剂型的嘛？因为你改背平你啊，咱哪一条水果好好，是不是很完整？可是你改切半的时候，它是不是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果肉？那它果肉的话，就药物来讲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药物了嘛，里面的成分就有点呈现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你给它的奖励板豆来肚子里面，它这一部分切面的这一部分，就我们剖开的这一边会受到胃酸的腐蚀，它药效就会打折。所以一般肠溶定我们是不希望它过半的，因为会减少药效。那再来的话就是，除了怕胃酸分泌之外，怕胃酸的腐蚀破坏它的药效之外，还有一个肠溶定的一个功用，就是说怕刺激胃，对胃部造成刺激。为什么有些人是想说我吃几天以后就是会改胃就是会痛？有一些是真的对肠胃的刺激性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做成肠溶定，就让它不要在胃里面停留太久，直接到肠子里面，再让它把成分发挥出来。可是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已经破坏它的成分了，我让它直接就在胃部里面跟胃酸，就是说在胃部里面去作用的话，有些对胃壁刺激比较大的，那就会觉得说肠胃会很不舒服。所以肠溶定的功能就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不要去破坏它的剂型。所以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多半。那有人做起来讲，那我不要多半，我改磨碎可不可以？那更不好，因为它磨碎的话，我们都有学过嘛，表面积接触过大的话，是不是更容易破坏掉？所以多半都不行的，磨粉当然就不可以。所以这类的可能就是说，如果老人家真的是要吃药，然后那个颗粒过大，你可能是跟那个医生讨论一下，说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另外一种成分。同样，其实药物有很多同类的成分，那你可能说选择可能颗粒比较小的也是有，或是做成模拟定的或是什么的，就是换一下，不要这一颗。其实医生都很好讲话的啦，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把你的诉求告诉医生的话，其实说实在，医生也很忙，他可能没有办法去考虑到说本身病患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可能就是很随机的，就是很随机的可能我这颗药开习惯了，那你刚好是我这颗药，我就给你开下去这样子。所以医生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了解到病患的这种小小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当我们有适度的去反映他的时候，那医生就可以做调整。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有些病人他拿药回去，他刚开就讲了，我不爱接啊，他心里我根本我都吞啊，那这样是不是白白浪费了这颗药的药效？那浪费这颗药效是小，但是对于你的病情、你的病症没有改善，那是自己在受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多跟医生聊一下自己的需求，那其实医生都会帮我们做一些调整。这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在我们在看病的时候，这部分是可以跟医生稍微沟通一下的。然后有
方法，那我是不是要提供笑话？我想想有什么笑话可以讲哦。